陈其迈早暝到左南区用车队咧扫街，咧直播的时阵来启动着卡拉 OK 的模式。陈其迈正深情来唱《红豆红豆》这条歌，唱歌拢走音。陈其迈是自我形体，讲大家拢知影伊是灵魂系的歌手，唱歌拢是咧赶人客。啊，外志温嘛来推出着伊的竞选歌曲，诉求青年回乡。啊，外志温嘛讲伊有自信哦，讲伊唱歌吼比陈其迈较好听。一看到陈其迈车队支持者真热情的手，宣言进入最后的阶段，陈其迈陆战空战揭发，进入一名车队进入南亚坑。是我有时候选择了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陈其迈咧唱歌的时，唔那走音歌词嘛未记起，这个字幕嘛拢对你变形，提醒讲这个真正的重点伫这。解锁当时，2018年当时唱的《红豆》哈，那一首歌唱完哈，这个有 PTSD 哈，有点创伤后症候群，大家也都知道我是灵魂系歌手啦哈，我咧唱歌拢咧赶人客。陈其迈这一个唱，有真个网友上网络去找这条歌，啊，为了要扭市议员的选情，陈其迈拍夫人牌，我方艺术大夫出征。歌这阮透早是回放传统的票仓左南区支持者热情回应，同时嘛拍空战。为什么要在遥远北方念念不忘南南太阳？拍竞选广告诉求的对象是北漂的青年。其实它主要的意涵还是呼吁北漂的青年能够快快回到父母亲所期望的，都在身边能够看得到。但是我想我的歌喉应该比陈其迈好一点。没有所有会永垂不朽。歌手认为伊的歌声会比陈其迈较好，啊，那咧两位候选人的歌声安怎，都留好选民家己去拍分数。